国民党甲民众党要拼伫520总统就职进前通过5条国会改革相关法条，昨朝野立委冲突烧战到翻点，有立委着上送病院。落尾因为国民党甲民众党有人数优势，野手表决二读通过总统上提交立法院国情报告的法条。另外，伫立法院4科位也有侪民众咧抗议，要求法条要经过实质审理。 立法院17对国会改革5法，国民党甲民众党要拼520进前3读通过，朝野立委爆发激烈的冲突。所位立委受伤，民进党新片杨摔落头壳讲到头壳，区执委郭国文对疑似道德面直接摔落，国民党吴宗宪也向送上救护车送医治疗。 另外，立法院中外校学生组织抗议国民党甲民众党互相作业，民进党立委出面发布证词。不过，立法院长韩国瑜伫暗时继续主持议会，国民党甲民众党有人数优势，用野手表决，二读通过国情报告案，总统府立法院国情报告常态化，面对立委一问一答。国民党、民众党立委，我们坚持奋战到底，在种种的威胁恐吓声中，我们依然撑下来。 今天终于迈开国会改革的第一步。霍坤基强调，面对执政党压力，国民党甲民众党团坚持奋战到底，行出国会改革头一步。民进党18开记者会反击，指控霍坤基毋过抢联手袂台，不满韩国瑜议事无中立，表决无公平。另外，备受争议的表示国会税也未通过，外界烦恼牵涉一般民众。亚来民众党毋过抢是定清，已经函数到政府的官员。就只剩口水而已啊！ 这个国会已经死掉了，韩国瑜，你要像个男人，不要躲在女人后面，你要出来面对。你现在在卖台，说什么香港话、中共人大话，那应该是柯建铭讲的吧？那允许官员到国会讲话说谎，不用负责任，对不起啊，那才叫中共人大话。 其他像是立法院新增加调查权甲听证会，联署同意权表示国会裁定，要伫2月继续开会来审查，一定搁再发生激烈的议事攻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